干吧，美女带着我是啊。哎呀，这多了，弄那么美女哦。这个好，老地方到2分钟，我不在摸啥子。还好哎，跟我咋个问题？然后在哪里？好像还在摩天。还在鸟啊！对呀，公仔耶，公母的包子那吃呢？这里面脚戳到底下了。微博还在昨天。第二啥公母的包子那天呢？我的包裹就咋？我否斗呢？嗯。哎呀，找你按照你上去倒噻，扣个杆，狗不干就这了，你轮哪个子倒了？哟，这个经理干不了事情，那个是你的，咱家高哥。啊？总统的问题了呢，是伢搞叫个篓子呢。如果要搞成伢哥的话，看着我就这样啥家搞。但我如果搞伢哥的话，他搞对我是屁，连丢都要拿在手嘞。我那个在也是讨了个女的，跟那个在也是讨了个女的，为啥子不如他个鸟？我就要谁要去嘛？但因为搞火箭你咋个么我就我搞一开了呀？我他个哈，搞成伢哥，怎么可能伢哥？我就只相信，这世界上那除了狗，怎么可能有狗？干嘛？我都喊过个喊鸟，你都又真是多我得弄了啦！他都喊成鸟了，这我要等了我再我个找啥？一直都只弄了话呢，啥么子呀？干嘛？啊？哎，我去到这那边怎么到那开了我把狗个？来。我在我看个名字。